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使徒補選3，使徒行傳1章21至26節。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，就是從約翰施洗起，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，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。於是選舉2個人，就是那叫做巴撒巴，又稱呼猶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。眾人就禱告說：主啊，你知道萬人的心，求你從這2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，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。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，搖出馬提亞來，他就和11個使徒同列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。彼得說話嘅第2部分喺21至22節，使徒候選人需要具備乜嘢條件呢？使徒有乜嘢責任呢？23至26節係選立使徒嘅過程，候選人有邊2個呢？佢哋點樣揀選呢？從禱告嘅內容睇，神按乜嘢考慮去揀選人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佢哋要選立一個人代替猶大作使徒。使徒唔係一個有地位嘅人嚟管轄信徒，佢係一個見證人，要見證主耶穌係救世主，係從死裏復活嘅獨一真神。作使徒者要與耶穌緊密同行，而且從24節嘅禱告中，我哋知道神唔係按人嘅才能去揀選，佢係睇人嘅內心去揀選嘅。你我豈唔係亦都領受大使命去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咩？讓我哋警醒，求主幫助我哋省察自己嘅內心，使我哋能夠作一個忠心又無愧嘅工人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